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16日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增加22902例本土病例，10来人死亡。指挥中心预告 BA.5 已经高峰一日会有56万例。美国参议员马基带团来台湾访问，中国随着宣布军演，美国国务院批评中国无必要这么切条。成功大学主办今年5月份的全民台语认证考试，传出考题外流，有20外考生作弊，阁有2位施压。新闻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增加22902例本土病例，有10来人死亡，这死亡人数是5月11日以来上少的一天。另外，面对新一波的 BA.5 变种病毒疫情，指挥中心预告，相关方一日恐惊有56万例。来听指挥中心第一波上届新的说明。今天的本土病例有22902例哦，那另外境外入有270例，死亡个案是16例。那这个本土病例的部分是较上周二减少556例，降低了2.4%哈。那看起来这礼拜应该还是属于持平啊。那另外死亡个案16例，这是从5月11号起最低哈，5、6月我们最高应该是9万例了哈。我们目前的这个高推估是大概5、6万，那在其他国家事实上大概就是它先前一波的这个一半或甚至以下，大概只有日本是比较特殊哈，比它前一波还要再更高，所以比较可能还是以大概是一半以下的几率会比较高一点。BA.4、BA.5 已经是社区开始的段落，昨一口气就增加33例 BA.5 的本土病例，嘛出现过来头一个 BA.4 的案例。指挥中心预告8月底开始疫情会开始滚价，有医师是真烦恼讲特别开学咯，有囡仔甲青少年的疫苗学外注，群组会真危险哦，所以呼吁家长赶紧带囡仔去注疫苗。新冠本土奥密克戎变异株 BA.4、BA.5 开始伫社区传播，昨个一困仔增加33例 BA.5 本土病例，全国占比达到1%5。另外，还佫出现头一个 BA.4 个案，疑似是一间家庭群组。疫情指挥中心有告，2礼拜了后疫情升悬，但是确诊上悬会当达到6万例。有医师表示，9月开学。恐惊会推升群聚风险，尤其是幼稚甲青少年是高危险族群。小于5岁的那些人其实也才刚打第1剂过后没多久而已所以他们如果去幼稚园的话呢，的确是更容易是去传染的那第二个，以这个中学生来讲的话，一般也都还没有打到第3剂。另外，英国昨个宣布，呼应美国药厂莫德纳的次世代疫苗使用许可，加做全球头一个批准使用双价疫苗的国家，因为临床研究显示。这款新疫苗对抗武汉原始株甲奥密克戎 BA.1， 都会当引起强烈免疫反应。你一次有打2种RNA 进去身体里面，所以你也会对 BA.1 产生免疫反应。那 BA.1 的免疫反应呢，就比较接近奥密克戎，因为它本身就是奥密克戎，所以它跟现在的 BA.5 呢还是比较接近一点点。医师强调，咱国民众第3剂疫苗注射率超过70%，再加上咱国民众感染率本体免疫有3-4成，而且奥密克戎病毒感染多数拢是轻症，较袂对医疗量能造成冲击。也毋过也是呼吁符合注射资格民众赶紧去注疫苗，佮落实自我防疫措施，以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极端气候，天气是愈来愈热，热浪嘛愈来愈长。台电内部建议讲，提前到5月份开始，就用热浪的电价来算电钱，时间是对5月份到9月底哦，比目前加增加1个月。经济部处长台电的代理董事长詹文生是表示讲，未来是一定会安尼做，也毋过嘛是爱送电价审议委员会来讨论。地铁半点悬，番麦软饼甲菜头粿是真甲比别叫。早顿店的头家是无用试试，为着要互人客有一个舒适食饭的空间，营业时间搁爱开冷气，互人客吹。搁是电钱的成本，2个月就要1万块。即嘛传出热人的电钱，还为原本6月初1提早到5月中来实施，互头家人是强要记载袂掉。说实在，我们小店家没有开冷气，客人不会进来，然后我们又不敢转嫁给消费者，所以对我们来讲是负担很大。天气愈来愈热，
用电量是真悬。今年上悬尖峰用电4070万千瓦，也是伫咧7月底大数迄卡头出现。不过经济部处长陈文生接受网络媒体专访的时阵表示，受到极端气候因素的影响，台湾出现高温的时间嘛愈来愈早，台湾一定会走向热人提早起电池这条路。我们的夏季尖峰中午，已经不是我们备转最大的考验，最大的考验其实已经移到晚上，夏季电价往前走，那它的价差会高，它去调整这个用电，让它往下午夜尖峰减少用电的动机就会更强，一定会，所以物价会上涨。陈文生讲，提早改收热人的电池是台电的期待，不过要是爱送电价审议委员会来讨论，而且热人电池提早收，计销的差价嘛会增加，工业甲商业尖峰时段减少用电的机会大大增加，时间电价效果嘛会愈来愈明显。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昨解放军的东部战区伫网络抛出一段因的军机对空中翕平湖的影片。咱国的空军是表示讲，中共的军机无接近平湖。学者分析指出，中共的目的是要透过影像来让台湾人误解，无法度分出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互咱的国军爱一直来应付这有诶无诶信息。共军强化交代力度，那是军机军舰软过海峡中线新常态化。东部战区15发布影片，伫台湾4号围海空域进行实际化演练，其中共军飞行员讲为空中看平湖，外加解脱中共用作强机跨境平湖，对此空军补贴保证强机跨境平湖。中共运用认知战等相关的伎俩来浮夸来说明他们多么接近我们的澎湖，我想那都是不争的事实。国军表示，这是共军对台进行认真作战。共军进前也发布强机看中央线的台湾本岛海岸线的画面。国军也作出澄清，学者就分析，中共采取合作军，透过影像包装对台军演，让咱国民众第一时间无法度分辨真假，扰乱民心士气。照片或者是影片造假，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细节上面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很多时候接收到讯息的人，甚至可能会因为平台，例如说手机传讯，或者是网络上面观看的那个画质不清晰，而更容易因为这样而被蒙骗。这个都是他们在进行相关的宣传作战、认知作战的时候会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段。另外，中共反制美国国会参众议员访台，宣布16日继续伫台海实施战备精神，两岸局势紧张。香港媒体《南华早报》也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前后，美中双方展开电子攻防战，共军互拍牌，也阁有共军发射弹道飞弹，台湾的洛杉雷达站有效追踪，国防部回应运用联合情感警有效掌握局军动态。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参议员马基带团来台湾访问，中国不满马随宣布讲要军事演习。马基离开台湾，马随发新闻稿表示讲，美国一定爱帮助台湾对抗威胁，嘛爱合作来避免台海冲突。美国国务院是批评中国无必要这么恰条，嘛强调讲想要改变现状的，唔是美国甲台湾，是中国。美国参议员马基结束访问台湾的行程了后，发新闻稿表示，美国都爱帮助台湾来抵抗威胁，美台嘛应该合作避免台海冲突。中国抗议马基访问台湾，在佩洛西了后，佫一届宣布对台军演。美国国务院强调讲，议员访问台湾是符合一中的政策，中国无必要反应这么大。It is not the United States. It is not Taiwan. It is the PRC that is challenging the status quo. The PRC has entirely overreacted. 普莱斯强调讲，美国对中国起诉的回应是妥当而且负责任的，清楚表示无想要亚关精势来制造危机。美国航空母舰雷根号会持续伫咧区域留守，这礼拜嘛宣布支持台湾其他的作为。当然，英国战略司令部首长霍肯霍尔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嘛拢真罕见批评中国军演是真无妥当嘛，真无帮战，反倒会成做区域新的常态。外交部我们严厉的谴责中方的军事的挑衅的行为，而且不断的制造危机。我方也严正的告诫中国，要立刻停止升高区域的紧张情势。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包括佩洛西访问台湾，也有推出台湾政策法案。美国国会这个动作的目标是伫咧逼拜登政府撤去北京当局的界线，不论拜登敢是有愿意。那透过这种各国政要来的常态化，其实也是跟北京表达说对于台湾的一个支持。根据统计，拜登就任以来，已经有33个国会议员来访问台湾，也若伫咧川普政府任内，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是35个。8月底，美国可能会阁有国会议员，也阁有地方的首长来拜访台湾。后面，英国国会嘛按算伫咧年底进前组团来拜访。记者综合报道。中共毋但对台军演嘛发动网络攻击，今仔民众党的党团嘛呼吁讲，若是金项的治安系统受到攻击，情况会真严重，所以呼吁政府应该赶紧来进行金融的汉光演习。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车子来台，台湾真侪所在天主康棒系统受到中国骇客入侵。15个美国参众议员访台，立法院民众党团16召开记者会讲，为了台湾金融体系安全，中央应该赶紧展开金融汉光演习。只是攻击的是一个 7的看板，但是如果今天他进去的是一个银行的系统呢，讲白了就是一个威胁台湾，这个侵略台湾的一个手段之一嘛。在军事跟网络战跟贸易战都已经拉警报了所以我们不希望政府只做汉光演习跟万安演习包含防治网络攻击跟稳定经济跟股市立委指出，佩洛西来台迄暗，台湾侦测到来自境外 IP 的攻击，1分钟内就850万摆，显示台湾治安面临真大的危机。但是金融系统受到攻击，更加会影响民众的日常生活。金管会回应讲，平常时努力进行金融治安的监理。我们持续督促这个金融机构治安防护，那遵循相关的国际规范来强化治安，确保营运不中断。我们也要求银行要定期办理金融业的治安的检测跟演练，包括 DDoS 攻击的监测跟事故的应变的机制。那也每半年要针对 ATM 相关的伺服器来进行弱点扫描，使用的一些 APP 还有重大的一些系统来进行安全检测。针对金融演练，有学者指出，金融演练相关单位平常时拢有咧进行，只是大部分拢未公开。公开演练可能会造成系统弱点，互有心人士发现利用，嘛可能造成民众无必要的惊吓。建议金管会对外会使做的是增加民众对金融系统的信心。记者郭文章随台北报道。有立委质疑国军正道头盔标准有问题，嘛无第三方公正的实验室来认证防护能力。国防部回应是表示讲，头盔拢有送国际实验室来检验哦。国军嘛指出，针对猫落去的评估标准，美军嘛无相关的规定。有国军官兵向立委订正，讲军方的头盔和枪支弹着会出现哪类分野。时代力量立委陈昭华质疑国防部的军备无定出哪类标准，嘛无经过第三方的公证。头盔的防护安全方面，一定要定凹陷的标准。警政署都能定的，为什么国防部不能定？立委用警政署的头盔来比，认为警政署有定出哪类数值是2.45，而且有送国际认证。但是国军用的头盔却无相关的标准。不过国防部表示，军用的头盔同款有送国外的检验，照美军的标准来看，伊嘛无纳入美军的军规。戴头盔除了避免去互枪支弹着的时阵会通过，类似屈伤的功能嘛是关键。那凹陷值那我们也特别找了三种医院的脑神经外科来做研讨。那虽然凹陷值很小，那表示说它头盔的这个强度很够，但是如果冲击力过大的话，颈椎还是断裂，那还不如说是在里面去做一些吸震的设计。所以这是我们未来研究的方向。另外，立委嘛质疑头盔若敢若当普通的枪支敢有够。国防部表示，目前的标准甲美国同款，未来若有更较悬的防护标准，所来会继续去发展。记者联合报曾派文台北采访报道。有一寡台湾民众找头路，互喷嚏感冒剂受到液态苦毒，甚至无命。台北市长关文帝是批评讲，若说会当伫台湾好好的生活，谁会想要冒险去外国趁钱？国民党的参选人蒋万安嘛批评政府无能失职，互人真刺心哦。民进党的参选人陈时中是提醒讲，若说薪水上过悬，佮强调讲工作真轻松，都要特别注意。
手我大和选民来咧博感情，拿赢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伊来展现出甲亲和吼。毋对，若讲到即个柬埔寨的零资诈骗的议题，伊炮火阁真强。台北市长关文哲嘛咧批评讲，假使讲若是人会当安居乐业，安尼有啥人会来走去他乡外里咧？现在媒体报道有4000多人在柬埔寨失踪，其实我们非常担心。这显示出政府的无能跟失职，政府其实不能如此就束手无策。我想这个是让人心寒。就算没有外管，总有代表处嘛。那援救工作，或者说一样嘛，短中长期嘛，紧急救援怎么做，长期怎么处理？但是看到局长在举牌，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笑了，对不对？郭文哲嘛进一步表示讲，拄到问题应该就要透过 RCA 做根本的原因分析。问题一条一条甲边头排出来，才过来写解决的方案。绿营参选人陈时中伊来提醒讲，假使工作甲收入含这个性质，若是讲起落伤大，安尼就要提悬警觉。针对蒋万安竞选部发出这个新闻稿，谴责中共的这个军演，陈时中嘛做出回应。对，我想我们在讲，应该是说终于醒了哈。伫个进前，黄珊珊批评讲，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伫个这时阵风中是投降，但市长要伊讲，北市府伫个强军要台的时阵办理双城论坛的时机点，这个无适合。对这件代志，黄珊珊发文回应讲，但市长的逻辑无好，无适合担任台北市长。甲这个双城论坛和夏立言访问中国该做伙讲，这完全是逻辑顶悬的错误。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新北市的选战嘛是真竞争，国民党明仔载会正式来提名新北市长侯友宜参选连任。新北市议会民进党团嘛要问侯友宜，讲敢会承诺讲做好做满。国民党团今仔嘛批评林佳龙，身为负责对外关系无人数大师，所以拢无会关心最近柬埔寨的诈骗，加知影个选记录拢无重视人权。你若想要选总统，你当然要大家讲清楚啊！你着即马甲大家讲，票卖投侯友宜，因为我明年要去争取总统。面对民进党议员一直加着竞选连任，敢是做好做满。新北市长侯友宜无正面回应，只强调把压当下认真做代志。我现在是新北市的市长，新北市市长的角色非常的清楚，好好把市情做好，好好做代志。那遐个人也徛出来反攻，对准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林佳龙，即期已担任无人数大赛，任期到113年5月19。也毋过，煞对于最近爆发的柬埔寨做沙工、去互掠走的代志，拢无关心。呼吁我们的林佳龙先生，他现在在参选新北市市长没错，但是请他千万不要忘了，他现在还有一个无任所大使的一个身份，唯有把自己的职责，把现在的工作做好，才有可能获得我们新北市民的肯定。无任所的大使一职比较像是一个象征性的职务，而且是无给职，所以国民党好像有一点搞错方向，想要围魏救赵，想要帮助侯友宜从这个泥淖当中脱身。侯市长确实不应该一边选市长，一边心心念念的想总统。除了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一直讲侯友宜连任了后，敢是正做落跑市长。林佳龙昨日下昼将亲自签署做好做满声明，向侯友宜下政帖。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禁止900项台湾的农产品进口，今年文旦嘛无法度销中国。云林县政府甲农产公司今仔甲5吨外文旦装箱，准备要销去新加坡，嘛阁会来开发其他国家的市场来取代中国的市场。过无到1个月，就是中秋节，近期文旦陆续采收，但受到中国禁止8项台湾农产输入，文旦嘛是名单之一。为着要帮油农找寡济通路，文管府结合农产公司，今年头一批将5.4吨油啊外销到新加坡。将近6吨6000公斤的文旦，它有散装跟礼盒装，就是大家眼睛所见的。它是我们这一波的第一柜首发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陆陆续续还会有接收到一些新加坡其他超市的订单，我们可以来分流开发新的。所以新加坡在华人的这个世界里面，新加坡算是一个高档的一个市场，所以也当拍入去新加坡，表示讲吼，咱的文旦是真正好。文管表示，除了外销新加坡，
嘛积极开发其他的国家市场。过来至少嘛有56个销售点，会当一只买到倒落油啊。至于倒落市农会就表示，今年的文旦大部分集中进一咧倒落，一年产量5000公吨，但是对这届中国进销就有影响。其实对柚农影响真的蛮大，虽然我们斗六的柚子也可以在消费市场来讲，也在恭喜你消费群的顶级。那可是如果其他地区的柚子没有办法到大陆去，然后在市场的话，量多也会影响到我们柚子的价格。农处表示，今年柚仔因为气候好，日照充足，整体生长品质比往年更加好。但因为过去台湾柚仔出口90%市场咧中国，这次进销后，这当搁努力开发其他国家市场，嘛希望外销订单会当持续，来疏解柚农的产销压力。记者有年报道。成功大海台湾语文测验中心甲台湾罗马里协会今年5月举办全面台语认证的考试，率传出讲有考试的题目外漏，20外考生作弊。主办单位嘛讲有立委来关心施压，要求发号这作弊学生成绩单。新台是表示已经开始调查了。成功大学的台湾语文测验中心今年5月，甲台湾罗马字协会共同举办春季全面台语认证。因为有分无共批，有补习班生入去考场摕到题目了后，再搁透过网络群组留摄予后一批考生，作弊的人数有到20外个人。测验就是要看自己的能力跟学到什么东西。对啊，作弊就失去了测验的价值。因为还有另外一个考试的方式是教育部主办的。那教育部主办跟跟成大主办的差别是，他们都有分批次，但是成大的批次的考试，不同批次的考试题目是一样的。主办单位甚至搁捌受到立委施压，讲要替作弊学生讨成绩。新台嘛低调证实已经咧调查，要做处分。主办单位事实上已经在事务委员会开过许多次的会议，那也依据他们所掌握到的证据，做出惩处的规定了。这只是检定你的语言的程度嘛，看学生他学的台语好不好啊，或者是老师要去教台语的老师他本身的语言能力啊。有的学生就会作弊，有的学生就很老实回答嘛，这个我也不晓得。主办单位无愿意加讲是倒一位立委咧施压，若针对即间的作弊案件，新台台语文测验中心5月底已经发出声明，讲即个行为已经违反全面台语认证考试试场的规则，上轻是算作考0分，上重会取消考试的资格，也佮禁止5档内佮报名全面台语认证。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中华丰原有一个88岁阿公，一礼拜来去银行领80万，家属是怀疑讲阿公防诈骗哦，嘛至于讲邮局拢无好好啊提醒，也毋过邮局是表示阿公的精神真好，讲因为伊需要用钱，一届领的金额嘛拢无超过50万，所以无通报警方。目前阿公哦，敢是拄着诈骗，嘛无解了解。有一位88岁阿公的家属走去到邮局，去甲找行员理论。因伫咧已经过身的阿公的手机簿啊，发现有不明领大条现金的记录，怀疑时代是受到诈骗。他这80万可能是被人家骗了，然后因此他才会忧郁，然后家属表示，这个阿公平常时啊生活真简单，嘛无欠债的问题。所以咧5月份一礼拜以来分配领2间现金，总金额有到80万。有家属表示，阿公进前敢若互一个查甫人哥钱，有可能是受到诈骗。进前就伫咧农会吼，甲这个邮局吼，拢有伫咧排地米啦，人就拢一直跟阮爸爸吼，伫遐滚来滚去安尼啦。尾后有来到阮的厝。家属表示，这个阿公顶礼拜过身了后，80万的现金甲迄个查甫人拢无去啊。即马这个邮局的行员无到警觉，嘛无及时通报警方，才会予时代成做诈骗的目标。不过邮局说明，迄当阵阿公是家己去领钱，精神的状态甲表达能力拢真好，而且领无到50万，才会予伊领钱，阁无通报。窗口可能这个迷失了，
他不到50万，所以说没有大额通报，只作为一个关怀而已。如果依据觉得可疑、疑似遭诈骗，通知警方，警方不论金额都会到场关怀。邮局承认做法确实是需要改进，不过嘛强调，迄当阵阿公咧领钱的时阵有去甲伊关怀。那警方是表示，阿公领2间现金拢无接到邮局的通报。警方除了请家属查清楚敢是受到诈骗，嘛强调行员若是有记录，随时会当通报，无限制金额。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中国因为电无够，开始限电，尤其是四川宣布讲暂停供应工业用电5天。伫四川有工厂的台湾玻璃董事长林碧峰是表示，损失偌济还未评估，按算讲利润较低的产品暂停生产，靠发电机和一寡线线会当继续运作。因为天气炎热，伫中国的用电量加真济。四川省宣布讲，从8月15到20，工业用电的用电户所有的产线停止生产，放关运价。33理事会长林碧峰表示讲，台玻伫四川嘛有设厂，这个损失还搁在评估内底。有平板玻璃厂跟玻璃纤维厂停产会对于我们的设备产生重大危害，努力来减少我们的设备损失。库存比较多的，或者对于市场比较没有需要的、利润低的，先来管制生产。工总理事长苗宏强当时嘛是联华新通集团董事长，嘛为伫个对华设厂生产必电。不二个伊表示讲，中国限电无受到影响。另外，国内家电的大厂声宝集团强调讲，子公司伫中国主要是生产冷气的压缩机，目前的这个供应力出货暂时无受到影响。应该多多少少啊，但是我想有限，因为本身我们在中国的压缩机的一个制造，应该是说蛮顺畅的。疫情开始，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悲观的一个想法，但是这1-2年走下来，感觉上。影响好像没有那么大。经济部表示讲，已经和相关产业来底做联系，强调讲，四川当地台商主要业务是笔电的组装，大多拢有这个配套措施来做营运，暂时无受到影响，营运甲出货拢无问题。会煞咧和企业来做联系，提供必要的协助，嘛会注意来观察赛后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前缅甸领袖翁山苏姬法院将判伊涉嫌的4项贪污罪拢成立，搁再判6档的有期徒，搁加上进前缅甸政变的罪名，翁山苏姬计共是爱关17档。有学者认为缅甸军政府是为着要互翁山苏姬提出政坛，互目前的军政府的领袖缅昂莱无竞争的对手。前缅甸的实际领袖翁山苏姬15号军政府辖下的法院甲判4项贪污的罪名成立。翁山苏姬被指控讲伊滥散用职权，用比市场价格较俗的价销来租用公用土地，还佫有利用资产捐款来举厝体，还佫爱服刑6年。这嘛是翁山苏姬第2遍，互人以贪污来定罪。加上缅甸政变以来，翁山苏姬拢总共爱服刑17年，出狱的时阵已经超过90岁。The junta want to force her completely phase out from politics, disconnect from the NLD parties and other opponents. In other words, I think Min Aung Hlaing wants to run the race without competitor. 缅甸军政府伫去年以杀倒民选的政府夺权以来，缅甸就陷入去动乱。翁山苏姬被关了后，被指控的犯罪上介少还佫有18项罪名，相关刑期合起来有190年。学者认为讲，东协国家就爱来对缅甸施加更较大的压力，通互军方的领袖缅昂莱会当来遵守5项共识。ASEAN has to work more to at least have contact or engage with other superpower like Russia and China and convince them to stop support or back up Min Aung Hlaing and put more pressure.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翁山苏姬否认所有的指控，并且讲这指控拢真含。伊的辩护律师嘛准备要提出上诉。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来看昨台南的健康路二段甲金华路口有一台轿车准备要驶弯，验过车的前轮煞去掉伫一个坑内底，袂停袂动哦。台南市政府表示，可能是因为安坑
上过老旧漏水，加路基拢冲掉，经过抢修，昨半暝已经恢复通车，嘛无人受伤。这个红色的轿车也正前脸，那么一个甲恁阿边大水坑，一伫车顶一对翁仔某两个人拢惊到。我坐内底啊，我也准看咧嘛，因为我惊一个啊，应该是那一个地基有点凹陷。我跟你讲，它上面的时候就动下去了，是停止没有动。啊，如果说我有动冲过去的话，我会更严重的。拄好动红灯，准备要倒弯，所发生这种代志。台南市南区健康路二段西向挖金华路路口的点仔加路面落一坑，正拄好是下班时间，和后边的车牌加路灯，警察赶紧来指挥交通，每2点半钟才把车刷走。我们在研判老旧的箱管可能有一些漏水，它就会造成这个路基的掏空。敢若因为台南最近接落雨，或者是路基和地下水晓甲空气，才突然间出现这个坑。台南工务局甲水利局也无找到真正的原因，也调查是毋是有地下伤痕，或者是水管破。工务局等相关单位赶紧派人抢修，已经伫15暗10点35分，甲路面铺平，确定安全了通车。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自强路一个建案，去造成附近的7栋透天厝变作危楼，爱拆掉。今仔早起确定厝暂时安全，就开放予民众登记厝龄10分钟，先摕一寡重要的物件，电器也是大型的家具，就爱等到后一届才发度通搬。9点一到，开放危楼徛好登记摕物件，为着安全，敢若开放10分钟，互因摕贵重物品。工地损害徛过第3天，看到家己的家园面临拆除，民众的心情也是非常的歹。他们要有良心的。你们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我们心里很痛苦，很伤心，晚上都睡不好。搬家公司再来搬，对，看比较可能后续有再开放，我们去拿比较重型的物品的时候。这是拢总21个人等于摕物件，嘛有店面头家摕生材工具，无法度营业的日子，这是予员工先去其他的分店上班。要把一些基本的一些器具给我的员工用，因为把我的员工移植到其他的分店。要求上偌济钱，徛好讲佮咧计算，但是中大型家电无法度搬离，后续赔偿爱甲建商来协调。但国民党议员质疑，出代志的建商资本也只有3000万，免来扛起所有的赔偿。高雄市议会国民党团嘛质疑市府轻忽着公安，把责任拢甩给建商，爱工务局长落台，让他复工。同样的，再发生第2次这样的状况呢，没有办法掩盖呢你的无能。然后呢，可以说呢，这个监督失职之责。资本额是一个公司登记的资本额，这个跟整个建案是没有关系的，它是一个基本的门槛。那我们的资产有这边还多，所以这个没有问题。胡志林表示，资本业敢若代表公司，无代表全部的资产，伊会负起所有责任。国民党高雄市议员参选人瓜志温嘛到现场来关心，爱市长莫搁做软男，爱做勇男，甲团队送去的螺丝锁好调。记者王刘婷丹、hen坤明交款个报道。台北市政府按什么伫树林的芝山国小来设立间照顾中心来照顾老大人，这嘛是台北市头一间设立国小的儿照中心。也毋过国小家长会是批评市政府之前讲无达成共识的动工，煞太兴热的动工，实在是伤超过哦。市政府是强调讲会继续来沟通，老人长照的工作嘛会继续来进行。伫个校门顶悬白布条啊挂甲满满是，抗议伫个无共识的情形下，个硬要动工，嘛批评北市府无良心。这是北市的芝山国小，北市府伫遮要策动一学区一日照的政策，要伫个芝山国小来设立日照中心，会来争做北市第1个日照中心入来到国小校园的案例。不二个和家长会伫沟通的过程，真歹有共识。今年的10月开始，跟社会局还有教育局的局长都有多次开会到高达4次。每一次社会局跟教育局都说没有共识不能施工，社会局长周瑜修说的没有共识不能施工在哪里？家长会批评讲，北市府有讲过，若是无共识就袂动工，不过煞利用暑假来偷偷咧施工。对这件代志，北市府强调讲会煞咧来沟通，化解无同的意见。不久就要开学，我们希望能够尽量减少对学校学生的这个跟老师的影响，希望把比较大一点的分享的部分能够在暑假就能够做。北市府强调讲，
考虑到高龄化社会，还佫有照顾长者的工作，这是袂当慢哩。日照中心的规划顶悬会有独立的空间出入口、含人员和监控装置的设备，会减少长辈甲学童因的直接甲下客。记者综合报道。桃园公告要搁设10个休闲农业区哦，也毋过统计显示讲，2020年相关农业区的财务状况只有一间自丢率有超过8成以上哦。农业局表示讲，目的是希望休闲农业区会当自主来营运，虽然有设目标，也毋过并无退场的机制。清河淹绿水，蒲蓉挂红蕊。逐年歇热拄好是莲花大开的时阵，桃园举办莲花季已经有24年啊。根据统计，上济时阵有40-50间农场，即马敢若剩10几间。有业者感觉讲，过去北观音、南北河经常无看到，过去赚的嘛拢了去啊。景气再不好，还是有很多人赚钱。那在景气不好的时候，我们更加的需要把自己的农场打理得更完善把刀磨亮哦。观音区休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表示讲，休闲农业都要靠家己来拍拼，包含设计 DIY 的活动，还有套装行程，拢要做甲正出局，才有法度来请游客来食。根据农业局的统计，桃园公告10大休闲农业区，2020年的财务营运自丢率还未到70%的有5间，达到70%以上有4间。80%的干那有1间，这嘛来引起议员关心。我们都会希望达到80%是一个我们辅导的目标，我们也都是持续希望休闲农区能够自己营运来发展。农业局表示讲，休区拢无受到中央退场的情形，除了讲会刷咧申请规划，嘛会来协助休闲区转型，一直到8月拢总有辅导122间休闲农场。发展农特产的商品、农业体育活动，来提高这个所在的自丢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按什么来立作为中介服务法，要设专门的机构来管理网络，嘛会要求平台一寡言论都爱加注建议。今仔日一场公听会引起真侪讨论，咱做伙来了解。作为科技发展真紧，民众使用网络进行买卖、社交等行为变得更较快。国家通信传播委员会 NCC 拟定所谓中介服务法，希望会当建构会当相信的网络环境。不过专家学者也是有真侪疑虑。赋予行政权力过大的权力，对言论自由与社会信任会产生巨大的冲击。那建议删除，就是政府机关可以直接针对不实讯息加注警语之权利。当然，它的好意是一种警示的情形，一般的网络使用者所感受到的情形是怎样？这样到底符不符合所谓的多方治理、公私协力哈？草案中讲起，针对网络特定言论，会当要求平台加注警示的这项规范，有专家认为，这可能会影响到言论自由，需要审慎的讨论。另外，要以25亿经费来成立专责机构的意义是什么，也引起讨论。依照我们现在的财团法人法，主管机关甚至于立法院都要去报告，所以未来行政立法会介入的情形非常高。那这样怎么可能会去真正的是由下而上的网络治理的这一种多方治理的概念呢？我们的专责机构的内容也没看到针对儿少网络分级或是内容防护这个过滤软体这些工作来一并执行，可是我们没有看到有接受申诉的处理机制。这个部分似乎跟过去事实上跟iWin事实上相去甚远哈。也有民间团体认为，规个草案无针对妨害儿少身心的不当内容进行规范，恐惊会疏忽网络对儿少造成的潜在威胁。对各界讲法 ，NCC 回应会阁将意见统整了后进行讨论，后续有缘有说明会甲公听会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监察院今仔纠正桃园市教育局，伊针对之前桃园一间私立高中发生老师骗说学生的案件，无尽到监督指导的责任，教育局嘛表示讲，因会来检讨。桃园市某一间私立高中附设的国中部，104年发生一个姓江的数学老师，
无辅导教师的资格，所囝仔用辅导的名义，疑似甲12个学生性骚扰。不过学校所要求被害学生的家长写无爱调查的同意书，第四几个学生并无依法完整做调查。所以最后呢，这个学校清查之后，只有5个学生有进入整个性平会的调查程序当中。那最后整个完整的一个调查程序的启动只有2位，这个是认知错误的，不可以签结这样的一个切结书，也不会因为签结这样的切结书，他就免除责任。叶大华指出，桃园市教育局除了无督导学校确实执行性平会调查报告建议的事项，嘛又在学校违法要求受害学生的家长写无爱调查的同意书。针对这点，教育局回应讲会好好做检讨，嘛已经在第一时间甲学校做纠正，袂阁再使用。这部分我们未来会再持续来督导各校，针对性平结果后的辅导成效评估表，能够确实函报本局。那经本局审视以及送性平会审议后，才会让学校有做后续的结案。根据教育部的统计，109学年度公立学校平均每一间学校性平通报案件是3.02件，私立学校是1.82件。私立学校明显是比公立学校较少。叶大华认为讲，这凸显私立学校辅导人力无够的困境。教育部应该研究外部申诉的管道，鼓励甲违法行为公开等等的措施，来依护绩效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公园的乌心亭有114栋的历史，也毋过附近有真侪鸟仔，环境是真垃圾哦。顶头用柴起的厝嘛已经真凹了。台中市政府嘛已经编900多万的预算要来翻修，也毋过文书工作者是认为讲，应该逐档拢爱固定来整修，毋是等咱烂甲真惨咯，才来补救。碰皮的粉鸟慢慢啊散步，涂骹除了鸟的排遗、鸟门以外，也可会当看到毁损严重的擦地板。这是台中公园2月5当中的乌心亭，伊毋但是市定古迹，台中市府徽，也是台中高知名度的观光景点。地板有些很塌陷，很怕掉下去。对小孩子危险。对，这木头看起来这么斑驳了，虽然你很有历史的沧桑感，不过还是应该修复一下。乌心亭已经有114年的历史，2007年曾经整修，但是考量木造结构年久失修，鸟类的排遗也造成天高塌掉的腐蚀，也有结构油漆涂料落漆。台中市府今麦要投入928万的经费，开1年的时间来修缮。本次修缮工程除了进行结构补强及重新粉刷外，也将在不改变环境景观及兼顾鸟类生态的原则下，增加相关的措施。不过有文书工作者认为，考量到古迹的结构安全甲美观的需求，市府应该爱逐年固定编预算，逐个月拢对当下甲木造的结构维护，而且按都资来施工，唔是期待久一届大修就会当解决问题。而作为一个古迹的一个维护的状态来讲，建议市政府是可以每年编定预算，每一个月，或者是每2个月定期清洗、维修，不要等维护，不要等到说有重大伤害了再来维护。另外，乌心亭的禽鸟，市府是表示，要伫咧无改变环境生态的前提之下，要来添加白铁的蜂鸟锁、蜂鸟针甲蜂鸟网，来减少鸟类的停留排遗，延长古迹建筑物的寿命。记者台中报道。台湾的山野真出名哦，除了爱文、金红，嘛佫有真侪改良的品种，亲像是下雪、甲米雪。有人讲哦，因是山野界的名牌，也毋过今年因为气候，产量只剩旧年的3成尔。人讲山野界 LV 的下雪，融合爱文幼绵绵的口感、金红的甜度，也佫有土山野的芳气，是近代改良出来的品种，真受到民众喜意。它那个汁很多，然后它就是有带土芒果味道，然后它又没有那么多丝，然后肉就是多，然后甜度也很够，香气也很香，这样子。第一个土芒果，我们原生种的土芒果，接下来爱文，接下来金华，3个的综合体，综合在里面。另外，也有以下雪做基础改良出来的蜜雪，嘛是 Q 搁甜搁带一丝花香的品种，嘛互人讲是山野界的香奈儿。下雪甲蜜雪这2个品种，拢因为产量较少，价值拢较悬。它叫蜜雪，它的风味是爱文的进阶版，
它的香气很浓，然后口感上很软 Q。安那今年因为开花期拄着寒流，雨水嘛落了较济，产量敢若剩应过3成，而且下雪甲蜜雪较袂抗质，农民嘛有加做加工品，互下雪甲蜜雪丰富的滋味会当冻较久。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大部分拢是用电来培地米哦，咱来看南投鹿谷有一位要80岁的地农，伊到当佮坚持用营养炭来培地，虽然了时间佮够工，也毋过用炭培出来的地，芳开佮落后口感是拢介好。因为用炭培地是真辛苦，伊嘛真烦恼讲技术会失传。先放营养炭起火，甲烧甲红红的炭降火节，维持炉仔内底结构稳定。烧落来爱铺火敷，安尼温度才会平均。过来师傅就爱顾炉仔的温度，至少半点钟烧地米一解。安尼一步一步念过1担米仔尔，毋过师傅就爱顾3点钟到10点钟遐久。所以我坚持伫做囡仔到这个要80吧，我一直拢用炭，零件炭培起来，正迄个地正品质水正较好。但是要培好水跟冷较甜哦，时间咧真久啦。这个少年仔拢无爱啦。炭培培出来地，放会久。你用电来培，效应绝对袂晓好诶。地农老重心自16岁开始做地高担，即马已经80岁啊，一直坚持用营养炭培地，因为炭培出来地米吸收营养炭的芳开，地水落后的低温拢是电培地绝对无的。毋过炭培毋能考验师傅的功力，产量阁少。侪做地产业的少年人拢改用电培地，安尼才会紧。毋过安尼落去，炭培的技术恐惊会失传。其实炭培甲电培伊的口味是绝对无共款的，那个要大量生产就比较困难。但是如果能够维持炭培，或者是维持讲咱的手工的做法，伊的顾客一定会投会掉啦。虽然用炭培地真辛苦，毋过老重心对伊的地真有自信。真侪内行的人客专工来找伊买，老重心毋忘伫咧身体要会堪力的情形下，继续培出传统的好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下晡8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